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呢，第一个讲啊，桃园市政府客户区啊，对客家语言的推广非常的热心，谈到嘅计划非常的高兴。我眼嘅资料呢，一个无限嘅提供本的一个推广嘅线上手机，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今日了解将一个客家商业用语绘画呢，来做一个录音本大家知道。一本书可以做客家百科语文教学嘅用啊，一天要用到一个专业客家语同中国级认证考试啊，也可以使用啊。一个可以讲啊，对读书啦、写啦、唱啦、吟诗也係相近嘅客語化、白話。第四呢，睇到客家用語有文就有語就有文誒一個境界啊！一個本書呢是一個在1804年5月16日所寫嘅，本來寫有四部分，係從事於客家語文嘅教學啊，一共有108版，嘅中間呢嚟所做一個本有客家一個語言，有一個研究基礎以上嘅嚟做一個應用 application 啊，所以講啊客家話用語呢，第一講啊客家白話文嘅連音詩，連音詩係乜嘅咯？將個圖嘅定義嘅啊，客家白話語文就是本土語文嘅連音，那係唔提倡啊。傳統嘅語音同文字嘅一定會是合啊嚇，一個大家看到一個天意嘅圖地圖裡有個 VLIMNNG 啊，一個 GB 一個圖嘅一個連音式嘅音母轉變為個聲母連音式嘅聲母，從 A 嚟講到做 R。連音式只有 R、A、O 三個音嘅 ，R 呢有哇、啦、呀、嘛、那、呀、嘎、巴同 R 本音式 ，A 呢有 V、咧、耶、咩、呢、嘅、嘅、bé 一個音，一個上面嘅聲母音母尾音嘛，轉變為一個連音式嘅一個聲母同用法呢，同英文完全相同。前像講啊 ，M 嘅音拿嚟當作是聲母嘅時候，就冇嘅音 ；N 呢嘅音拿嚟當聲母 ，A 嘅聲母啊，就變成一個呢嘅音，所以 N 嘅 M 就講啊。NA 的話那哦，N 一個 R 的話那呢 no 哦，後來我再重複一遍，一個哇啦呀嘛那呀嘎巴 A 有 V 咧耶咩呢嘅嘅bé O 呢有 V 了有麼呢嘅個波，一個連音式喺度裡。R、A、O 啊 ，R 同 O 是虛字，容易共談嘅，很多出成虛字。一個 A 呢，一個中間嘅 A 啦，一個就實體字，用目注看呢，望文生義，所以一條大家對呢方面唔係有所了解嘛。就一個呢個嘅，也就是單位名詞頭前是數詞同指示代名詞，的呢是一個頭前是形容詞、動詞。介紹到這呢，也就是頭就是名詞、代名詞啊。D 呢，D 白普音呢，是用 T 上，所以嗰度一個分分呢，白普都講分分呢，咁啊，海陸音同西洋音差兩音嚇，一個了也就是分成一個為了也沒呢個白天以上嘅嘆號嚇，按家是喺度頓號。同句號嘅時間呢，就用 T 上，我哋客家語言嘅地圖裡
一個第三省同第四省同國語完全都冇相同哦，嚇，同尤其一個入省市，國語冇入省市，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記得有不同嘅國家一個族群嘅地方，就有不同嘅語音同語義同文語嘅用法。至於說康熙字典屬於華語用詞，一個用語，所以只可以提供客家鄉親大家嚟參考應用。好，我再繼續下來講一個客家省語文嘅目錄，讀本大家聽。一個編著者是廖建明嘅阿廖白哈，在民國1004年嘅5月16所著作嘅，本來有4本書，但是我只有出版1本書，安尼哈。一個編輯台語啊，個本文嘅篇章內容提到16課，一共有16課啊。至於附錄嘅部分呢，因為佢每基本一個王少志按一時嘛，提供一個後背嘅部分冇提供本他講用一個本來用 PDF 檔呢，我們全部都只有用 Word 檔啊，所以 Word 檔一記起嘅時間呢，可能會有所一個混亂，所以我希望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再講本文雙頁繪畫嘅編輯體義啊，本書共有103頁，72,242則啊，有16篇，一個傳統目錄喺度裡，為了配合經濟語文實驗嘅教材嘅應用，附錄嘅部分呢有上元條、連音詩、客家語文單詞嘅彙整南北語啊，一個部分，所以培養客家經濟對話用語。所以嗰啲我在天台嘅時間，第一個一嚟做乜嘅客家事務，一嚟做乜嘅喏。另外在天台做3態種子，第一個是聯絡鄉親，促進鄉誼；第二個呢，發揚客家文化，發揚客家精神，文化包括千多種安尼嚇。最終嘅目標是如何嚟提升客家族群嘅文化、政治、經濟等等地位嘅提升為目標啦。也就是過去我對天台是實在做12年啊啦嚇，我研究一個語文呢，可以講嚟講啊，對民國57年，我讀順光大學嘅時間呢，就開始對佢那個客家白話語文嘅重要性在呢隻嘅在用心嚟做嘅研究安尼啊。第二，本書16篇以客家白話語文嘅方式描寫經濟行銷等經濟發通嘅參考，因為我搞一個我以前我採取嘅時間是在天津局，但是我要檢考在長陽中學叫空中商專做一個23年嘅教學啊，對於經濟學、行銷學、市場學等等方面嘅教學有23年，所以咱有辦法寫出一種文章同教學嘅用途係在呢隻嘅安啦嚇。再講本書16篇喺度裡啊，客家白話文嘅描寫經濟行為，完全用對話嘅方式，經濟活動嘅參考，能夠使嘅社會學教等等啊，行向直擊經濟同行銷嘅概念，也就係本篇著作嘅第一個目標。尤其當前客家社會各層次缺少提倡經濟與行銷等理念來繁榮客家。本人以多年教學就從事工作經濟彙整嚟做出版。本書分為16篇之中，有6篇屬於經濟行銷品質管治理論為基礎，並以客話白話文以語時對應表達，完全口語化，也就是白話。尤其口語化中以客家語詞中最為精華嘅連音詩為主。那愛
口语化必定要用连音诗，能够使语言行业传统客家语言的密系与严密。但是本人在民国57年多幾啦，研究嘅因之中發現，教育部所辦11個連音詩推薦用詩啊，佢稱有不符文詩用詩哦，文詩用詩要用音語形嘅要求，那係一個問題啊，連音詩問題，客家語言讀聽寫嘅推薦實在是會困難，所以連音詩也係當前客家話也廣播手機也好，廣話也好，都用嘅唔曉得冇個深入客家連音詩冇辦法講出一個嚴密嘅嚴密嘅客家傳統嘅語言文化都係講傳統，其實本書嘅客語文嘅設計組織在是的有語就有文嘅目標，所以在每篇都有本文實驗強嘅主角，實驗強嘅主角，一個實驗強呢用漢語來主音，漢語客家是有語冇音，所以係主音。英文是有音冇語啊！一級研究所的附錄附帶提供方便讀者看讀，也適合於客家語嘅參考。本書適合聽客家語流利嘅鄉親啊，並以10年以上過後，那係當教材。教書嘅先生要用經濟同行銷方面嘅專長，能有辦法嚟講出一個內容啊！嚇，以上希望大家並懇請多多嚟指導，祝福大家快樂啊！嚇，好咧，還有幾分鐘，我嚟讀題課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讀嘅時間咧，要慢慢嚟讀啊！嚇，本文中人物有阿豐嫂。阿甲嫂，崔番呢？阿豐嫂、阿甲嫂按做作家按講，我去哪呀？我來去市場買18位青菜。阿豐嫂就講按都好，有咩我去市場買菜？我去乜嘅市場買呀？我去青年市場，嗰隻嘅嘢菜果熟又果全，同時菜色又搭到。阿豐嫂就講好啊，加來坐我嘅茶位，我再窮下來去坐好喎，好，我佢叫。冇本人做嘢，坐我到學到白，兩位主角見準，心肝又卜滾啦，冇去按腳架，唔怕話講乜嘅喏，辦事前冇交通警察，又唔會連檢。我又有駕駛執照，總坐好安啦，都會有。茶位不用好勢，咁我本交通警察開單的呢？開單封單的呢？發呢？哎呀，我不用好勢嘢。也下先來去買青菜，再過來去買牛氣。來，聽我講，唔愛買乜嘅菜，根本嘅菜熟過新鮮。嘅嗰啲菜樣嘅買，一斤幾多錢咯？一多錢呀？一多錢呐？根本嘅太白熟。青蒜粒。
唔算紧也唔称量，3粒58元，58元呢？tiền多贵，我记得在本日3粒人48元呢，今本日4价位模样啦，我是阿峰说节目咯，模样啦，我这是便宜，而同意口价啦，对噶，我看各位做生意，人有淡薄，假如买3粒下，我唔咩安尼讲嘅，我买归来是讲嘅我爷妹嘅学做泡菜，唔有唔低哦。我爷妹看到泡菜嘅时节，亲像绵羊嘅，唔对哦，就是安尼讲咩？咁我那位买很多啊，阿峰说就讲，唔看，这条芹菜让我按嫩笋啊，这买过来去炒牛。也是肉丝一听该好食，菜饭呢就讲啊，这128元呢，有淡隔一条牛角走，2人各买100，你个钓菜嘅，又是将买几条过来去煸张茶饭咯。买呀，好诶哟，买呀，很多位款唔贵嘅哟。阿峰说讲，加好，来贵，穷快落鑊嚟做，看煮嘅，那个煮嘅。本文西安煮嘅用西安话来做煮嘅，按做就很早按就很的意思。听于作家一个20连音字前面有 K， 作家就传到就作家一个听于嘅素材呢，加什么看前文后文呢？唔读作家作家这个用词用语。看上下文啊，一个作家要传到家呢，在吟诗要作，有 K 的音，所以变成家安讲很漂亮。现在去哪里爱也就是要用影视片的就我改安都好这么巧，有咩也得黑呢？也的关系的是，同咩又同黑又那个用否定句的时间用咩，问号的时间用咩，其他用黑所以转作用句、问号、否定句也用一个黑和 he 的黑音，加就反转用句那么乜嘅什么这家嘅就是给那个地方过小。有淡，穷快，穷下去一起去，穷下去，可以久很久16，本人在，8人在第17奥多拜就是机场，奥多拜是日本话，外来语客家话，客家话呢也有几度好咯，国语也日语、英文嘅外来语。让我怎样会怎么会跟准一直发动讲嘛嘅怕什么？班主中午早晨仲讲嘅就班主坐好中午坐好只管你自己中午去中午坐好
變好勢嘅，變好勢，放好，開單呢，開封單呢，喜愛是呀，肉喜就是肉，就落嚟，肉料呢是金白用嘅肉那個肉類，用肉料同肉喜冇相同啊，倆下，我記得這也就是呢，有8個字嘛，倆下、啊下、住下，係那8個音地方語言。頭家娘就老闆娘，今本年今天一斤一多錢，一斤多少錢？太餅，別普通太餅，電多就反而貴，沙起價反而起價，反而漲價。36炸市是故意的是，37口價嘅討價還價，做生意安尼基本上呢就簡單講到嘅這個54以上感謝大家。時間的關係，我做題課，簡單的讀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希望大家也非常感謝客家桃園市客家社區一個王小姐啊，打電話按熱心，按好路話講按好利，嚟我係提供一個東西，一本書呢就睇了，也有流行一段時間啦，一個風琴社啦，其他。一個台灣客家電子報，以及屏東時報電子報呢，都有看得，同時我教會100空白班的學員，全部都係語文佢有精通嘅詳情，大家嚟統一到會講唔會寫嘅，慢慢呢就可以打開，所以講啦，過去嗰度嘅小年寫白話語文，所以教學嘅中間我用。一個 learn 嘅學習，也就完全都唔止客家話嘅人。一個第二個呢 study 就是有技術性嘅人，第四呢應用 application 所以一個教書係分等級嚟教同埋人一個客家語白話文嘅推廣，人嘅傳統嘅文化真有拍賣做好勢，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828。感謝大家，謝謝，再見。希望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